人外遊要求助，可以聯絡入境處。處方話近年有境類嘅求助有增加，近期向小學同幼稚園派發講述安全外遊嘅繪本，希望加強兒童相關意識。呢一日，將軍澳呢間幼稚園嘅學生聽藝人衛詩雅講故事。我哋4個咧就一齊去旅行嘅一個故事。講嘅係呢本叫做《阿邦的夢想國之旅》繪本。今年6月由入境處推出，故事取材自處方過去20年透過熱線1868經常收到嘅外遊港人求助情況，以及可使用嘅安全錦囊。咁即係總之出發之前就要做好準備，知唔知道？知道。當局話係希望令到學生從小認識國家領事保護嘅重要性。全港超過500間小學同埋超過900間幼稚園，新學年都會陸續收到繪本。除咗實體繪本，入境處同埋教育局網頁亦都上載咗電子版本俾市民參考使用。